基金會咧自成立至今咧，即將踏入第17年啦。我哋一直咧都好致力喺校園啦同埋社會咧去推動生命教育，而超凡校園咧係我哋工作當中一大嘅重點嚟嘅。喺過往10幾年，我哋去推行閱讀計劃嘅裏邊嘅時候咧，都超過有140間學校係參與喺閱讀計劃嘅當中嘅。藉住閱讀咧去引導同學仔有反思啦同埋實踐，亦都籌備一個嘉許計劃啦、慶典啦，好想將為生命慶祝嘅文化咧帶到喺學界當中。我哋今日唔係一個 ceremony，唔係一個頒獎典禮咁簡單，而係一個 celebration。我哋好想藉住喺嘉許慶典呢個平台啦，令到學生經歷被看見啦，老師經歷被看見啦，校園經歷被看見啦，同埋都好想同大家分享我哋嘅看見。今日非常榮幸可以企喺度代表超凡學生致謝。首先，我想多謝校長、老師俾呢個機會我提名我成為超凡學生。除咗可以令我有自信去接呢個挑戰，更加令我了解自己同埋表達自己。雖然我聽障，但我會繼續積極樂觀面對我嘅人生。而家就到咗嘉許嘅環節啦。係最中意嘅就係 Tommy 老師嘅學生手記3啦。喺呢一年入邊，其實我係第一次養成咗睇書嘅習慣嘅。睇住呢本書呢，我會發現好多故事都有好多唔同嘅人生道理啦。我最中意嘅就係思想嘅偏差嗰篇啦，係令我發現咗其實諗嘢之前換一個角度去諗，你會發現事情嘅本質會變咗好多啦。都好感謝一路以嚟支持我嘅屋企人、朋友同埋老師，冇佢哋嘅話，依家嘅我就唔會喺呢度。同時，我都好開心可以喺困境嘅時候閱讀到《超凡學生手記1》呢一本書，係我人生最迷茫嘅時候，有一個可以鼓舞我面對自己、改變自己、面對困難嘅勇氣。喺日後，我都會繼續保持自己原有嘅特質，繼續將我感受到嘅善意傳播俾身邊每一個有需要嘅人。從前呢，嘉軒呢總係咧會推卻好多唔同嘅機會嘅，但係去到後尾，佢讀完《超凡學生手記2》之後，佢開始慢慢去踏出自己嘅舒適圈，慢慢學識同低潮嘅自己去和解。一開始周老師同埋陳老師又推薦我去做圖書管理員啦，咁我就好抗拒，我覺得自己就唔配做呢份工作啦，我覺得自己係多餘同埋失敗嘅存在。老師仲想推薦我去參加超凡學生啦，我就諗都唔敢諗。後來老師就將超凡學生手記2遞咗俾我，所以我就接觸咗呢本書。其實書中有2句嘢我都一直記喺我嘅心裏面啦。第一句就係我哋可以痛但係唔負啦。咁書中嘅 Tommy 都經歷咗好多嘅難關，經歷咗咁多之後，但係佢冇去放棄，佢將呢啲嘅困境化為向前嘅動力啦。第二就係認識自己係無休止嘅過程。咁我睇到呢一句嘢之後，我就開始允許一切難關嘅出現，我開始接納自己。之前我就覺得自己係一無是處啦，但係呢句嘢令我明白到我可以喺唔同嘅改變當中去認識自己。咁咧，我睇《超凡學生手記3》嗰陣咧，咁其實有一句就好觸動到我嘅，咁佢就話：我本來就值得被愛咯。即係好多時候，可能我都知道屋企人係好愛我，但係我會覺得自己可能都唔係好配得。係，但係呢本書就同我講，我係值得嘅咯。即係有啲愛唔係因為我做咗啲乜嘢，而係我本來就單單係因為我存在就。但係當我認識到呢一點之後，其實都對呢個自信有一個新嘅認識咯。因為本書入邊都有講到，真正嘅自信唔係成敗有幾多咯，而係當你遇到挫折嗰陣，你真係可以接受自己嘅失敗，然後相信自己，相信其他人，然後繼續去努力咯。頭先所有嗰啲超凡學生呢，若你細心睇佢啲故事，係好感動。我自己都被激勵，思想嘅偏差就係老師對佢嘅關心，佢覺得老師係敵對佢。佢一觸動嘅時候，喺冇人知道嘅情形之中，
佢自己開始去真正面對自己，做翻一個負責任嘅人。由留班2年去到而家嘅時候，我諗淨係一個故事，係咪值得俾啲鼓勵佢？唔止，頭先一出嚟做司儀，你一聽嘅時候驟眼好似有啲特別，但佢自己話俾你聽，佢係聽障，而唔係普通輕度，一個好大嘅障礙，但係竟然喺你哋嘅面前好自由地去表達。你知唔知淨係呢一樣嘢已經見到背後佢個父母付出幾多，佢裏面嘅內心掙扎幾多，要克服幾多所有先天嘅障礙，而唔成為佢生命嘅限制。喺克服嘅時候可以同人有溝通，社交仍然可以有，仍然可以尋找佢嘅夢想，喺深處裏面，呢個唔好輕率。好多時候人冇障礙嘅時候已經自廢自己，遇到好簡單嘅情況嘅時候已經覺得大禍臨頭，而但係你見到一個係一個實際天生出嚟，你諗清楚一個差唔多幾乎唔係好聽到嘅人能夠同你溝通到，你唔驚訝？呢一個直情係生命嘅裏面嘅一種好大嘅咩啊？一個奇蹟。所以又俾啲鼓勵佢好唔好？所以我好想講咧，今年一路睇你哋寫嘅嘢嘅時候咧，你知唔知我係第一屆你哋嘅文字裏面觸動咗我嘅心。嗰位老師嘅提名咁樣寫，佢話本書讓一個自卑嘅人開始相信自己可以經歷被看見，經歷被珍惜，經歷好好活下去。我相信教育係一個場景，書中係一個媒體，生命嘅相遇係一種生命嘅感知，以至係一個互動對話，讓每一個經歷到個心仔被陪伴。好多時候我哋會比較完就係要傑出去攞，可能或許係平凡，但喺你嘅平凡裏邊去活出最好嘅不平凡，其實就已經係好噶啦。嗰個係一個獎，一個獎杯咧，其實喺你裏邊嚟講係一個好有意義嘅啦。可能每個學生咧都唔發現自己係咁特別嘅，透過呢個計劃啦，就令到一啲學生可能佢成績上邊唔係話好出眾，但係老師會見到佢有好多唔同嘅潛能，咁就見到自己嘅特別嘅地方，就可以繼續去進步。呢個係佢哋好重要，俾到佢嘅信心，成為一個好特別嘅人，去影響到其他人咯。佢生命最重要喺我哋仍然影響到佢嘅階段裏面播下一個種子，讓佢呢一生當中將來你會見到佢活出一個有尊嚴嘅人。好啦，今日早課呢度多謝大家啦。